阿里山国家风景管理处甲阿里山的九大部落最近配合旧组的传统，做伙举办阿里山部落周年庆。办公透过各部落提供的主题文化的活动，来带动阿里山地区的观光。来自白山部落的表演团体，用传统的舞蹈演出，替大阿里山区准备要开始的观光活动闹热开场。阿里山国家风景管理处为着要重新带动阿里山的观光发展，配合九个部落做伙举办观光活动。那随着这个疫情慢慢解封，我想那个未来我们在随着这个生态之旅啦、部落文化之旅啦，还有一些产业的一个这个活动我们会来促进我们业者的一些收益。阿里山第顶一站中秋连假的时阵，并无偌侪游客来遮耍，真侪外口观光收入的部落甲产业嘛受到影响。一个社区发展协会就表示，即卖疫情无遐严重，希望民众会当来阿里山遮佚佗。就是因为疫情，然后都没有人进来部落，然后多少都会影响。那这个活动，我觉得可以刺激一下那个我们地方的那个产业的那个销售之类。透过这样的一个记者会，让我们的部落的这个观光旅游的一个方式跟景点，可以透过这一次的这个记者会，让他做一些宣传这样子。阿管处表示，今年还有2个月的时间，刷来伫第三石路社区甲三米部落，还有秋冬的活动，希望吸引民众来遮振兴大阿里山区的观光产业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